就是回来到这里，然后是以前熟悉的环境，以前是站在那边弹贝斯，或是站在前面唱歌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站在这边要讲上帝的话。很谢谢大家，是在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这样的敬拜，然后在今天你们仍然有一个很美好的敬拜献给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大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可以听见主你话语的声音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，有智慧来学习。感谢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张明哥，就是讲这段读所念的这段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。我们这边看到，你会发现写信的这个作者，他在开始做一件事情，他在鼓励劝勉这一群弟兄姐妹，他在劝勉他们说：你们要坚守所宣认的指望，然后呢，毫不动摇。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信实的，是哪一位呢？这就是承认我们大祭司管理上帝的家的那一位，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他为我们献上他自己，成为一个活祭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这种保险洗清我们的罪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。所以呢，第19节说，我们可以怎样坦然进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就是至圣所。我相信读这封信的这一群人跟我们一样，他们也是基督徒，而他们一定也知道明白这个道理。可是为什么还有一封信要写给他们？难道是说他们放弃了吗？他们没有坚持当初所宣认的那个指望吗？难道他们有什么困难吗？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家人完全不喜欢他们，不接纳他们，以及这个社会无法接受他们。其实说到这里，希伯来书我们知道，传统犹太人他们也称为希伯来人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，就是他们自己属于犹太人的传统。犹太人是一群依靠献祭传统生活的一个族群，所以他们每年他们都要努力一次的赎罪日，然后通过大祭司将礼物献到圣殿里面，然后替大家赎罪，大家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去，继续的工作，继续上课，继续学习等等。所以他们每一个安息日他们都要在圣殿，在上帝的面前休息，然后呢，要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他们将自己分别为圣的一个时间，然后他们努力成为被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子，这是他们的方式。所以，当有一群人开始要打破他们原本平顺的生活的时候，他们不再靠这个所谓大祭司献祭，他们只靠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，然后他们就要说，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对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事情，就是要叛教的，甚至是怎样亵渎上帝。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么简单的一个献祭非常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只是使命这样祷告一下就可以赦罪？不可能啊！我们每年都要献祭耶。”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告诉他们说，上帝只有透过天使，还有透过先知向人说话。唯一一个可以跟上帝连结，就是只有大祭司，只有大祭司才能够去找上帝替人赎罪，人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摩西的律法，才能够遵守讨上帝神喜悦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敬虔我们每个礼拜安息日不能做什么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。那对于这一群叛教的犹太基督徒来讲，他们是不被这个团体所接受的，所以他们必须得要离开原本他们的家园，也就是犹太人这个族群。所以当这一群犹太基督徒他们可能面临的是要被赶出家园，无法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心中很挣扎，回不去，可是我又不想要离开我的家人。就像我们在台湾这个社会一样，有
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在座有一些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可能就会发现到，开始要面临所谓家人可能不谅解你，觉得你是不是不孝顺，你不敬畏祖先，拜拜这是敬主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拿下？可能开始有这样比较严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最后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把你赶出家，断绝关系。所以在这一群犹太基督徒的身上，他们经历到这样子不被接纳的痛苦，而当时候的人又是非常依赖群体生活的人，所以他们被迫要离开他们的群体的时候，他们会开始感受到痛苦。而在面对社会的这些批评、家人的不谅解，有人就会开始停止聚会，他不再做基督徒了，他觉得做基督徒不好。为什么？我要离开我的家人，不要了。所以他们回到原本他们犹太人族群中间，然后选择过一个要被接纳的生活。对于我们来讲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刚刚唱诗歌，大家都很自然可以敬拜我们上帝，所以我们会就是唱歌之后，我们会举手，我们会感谢主、赞美主，甚至我们说哈利路亚。可是，当我们在讲这些我们很自然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环境。我们在有一个同样信仰底下，我们有办法这样做。可能你在路上你遇到有机车或是汽车比较多，后面有贴一个耶稣语的那个符号，你会知道，这台车的主人可能是基督徒。或者有些人会习惯挂十字架项链，你也会猜说，这可能也是基督徒。虽然现在可能挂十字架项链的人也蛮多了，不一定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如果去到学校，发现有人吃饭前在祷告。这一定是基督徒，这一定是基督徒。你就想说，哇，我终于遇到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族群，你很开心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样一个信仰框架下，我们很自然的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我要为主来做工，我要为主献上一切。可是当你走出教会，走出这个信仰团体的时候呢，可能同学问你说，听说你有去教会？没有啦，就是一个礼拜去一次这样。可能有些人说，你是基督徒啊？对啊，我有去过教会啦。对啦，好像有点不太敢承认。所以可能你的同学或者在上班的时候，同事突然讲说，原来你是基督徒啊？怎么可能？然后就对啊，我是基督徒。屁嘞，你这怎么看不出来？哪像基督徒啊？这听起来非常陶醉，挖苦。好像我们在面对台湾的社会，我们会不敢做基督徒。在我们学校里面，我们会害怕老师会说，班上是基督徒的举手。可能你怕举起来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就不敢举手。所以面对台湾社会，我们有这样的状况，我们不敢当基督徒，甚至我们有一些被贴标签的声音。是什么声音？基督徒没有爱。基督徒你都讲清高，自以为好像很厉害，就只有你的上帝才是真的，我们都讲的，你最厉害。我还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次生日的时候，我同学帮我庆生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有人记得我生日，在学校也是默默就是没什么，就是太突出这样子。结果我朋友就拿了一块小蛋糕，巧克力蛋糕，我还记得。然后打开，然后正要吃的时候，唱完生日快乐歌，他们说：“你祷告一下嘛，你是基督徒我蛮开心的因为竟然有人就是邀请我做祷告，我觉得这是见证主的机会，我难得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怎么可以不祷告一下？我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声音稀疏，然后呢，是什么声音？会不会有什么惊喜要给我？然后后面再拿一个更大的蛋糕之类的。”结果当我一祷告完阿门的时候，每个人从口袋掏出一个汤匙，马上刮一口起来吃掉。我的蛋糕就这样瞬间没了，5、6只汤匙，每个人挖一口。我觉得我是被捉弄的，并不是特别被庆生这样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好像活着的时候很辛苦，我们随时好像都要担心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便当里面鸡腿还在吗？或是卤蛋还在吗？在座的男生当过兵的都会知道，在军营里面吃饭的时候、祷告的时候，同袍最喜欢偷你的菜。所以这一群犹太基督徒也跟我们一样，他们面临到社会的观感，他们正在犹豫要不要回去到原本的家里面，回到原本家人的怀抱，回到同温层，
回去继续过原本的生活。这时候有一封信突然拿到他们的手上，这封信告诉他们，不要怀疑当初你所信的那个道理，要坚守当初你所宣认的那一个真理，坦然来到上帝面前。因为上帝是透过历代不同的使者还有先知不断给人恩典，他帮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身边，就像人一开始受造在乐园里面一样。如今上帝已经亲自成为肉身的人，也就是耶稣，他体会我们的软弱，体会我们的不足，而且他受一样的试探，他也被人讨厌，他甚至也不被他的家人接受。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呼召，他继续走出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上帝正在用他的方式来向这一群因为受试探到快要受不了的人说话，他帮助这一群软弱无助的人。他透过耶稣基督这位在天上真正的大祭司，在上帝面前亲自为我们牺牲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靠着祷告，我们可以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可以享受跟上帝一起的快乐，而这个快乐就是所谓的释放还有自由。所以在第1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19节来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19节说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个坦然，它其实是一种有勇敢，而且在上帝面前是有大胆、有自信状态的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勇敢当基督徒啊，我们可以走上这一条通往上帝那里的道路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”他就是那一条活路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牧师在台上，他就说：“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的。”台语说得很漂亮，台语说：“为恁拍坏，为你们打破的。”耶稣基督他打破他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而在这个打破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圣餐是传递下去，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。这封信帮助了这群犹太基督徒，还有他们回想上帝从创世以来所有的恩典，让他们去想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他也要他们继续去帮助那一群已经跌倒、失迷、停止聚会的人，要他们赶快回转，走向耶稣基督的道路。我记得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很小，我很讨厌来教会，所以我都会骗我爸妈说：“哦，我去别的地方做礼拜，我不想要就是跑那么远，因为我们家住比较远，都在中和。”可是实际上呢，我都跑去打网咖、打电动。现在可能怎样？手机拿出来开始打了，传说还有荒野乱斗等等，我就开始打电动。可是有一天，突然教会有个辅导就打电话过来，这个辅导声音很熟悉，他是郑连姐，就是郑连长老。他问我为什么最近都没有来教会，我说，就是去别的教会去，我支支吾吾就想不出话。我说反正我就随便编个理由，然后就想要把它顾过去。可是郑梅姐没有放弃，她又在问，她说：“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来教会？你不喜欢来教会的原因是什么？”我发现到我不能再闪躲，于是我告诉她，我说：“我觉得在教会没有人关心我，我觉得在教会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，我觉得我在教会的时候。”甚至我想要表达意见都没有人要听我说话。我觉得我是不属于这个群体里面的人，不属于这间教会的人。那个时候，郑明姐她用一句话，她安慰我，她告诉我说：“
正阳，其实我很关心你，我真的很关心你，大家也都很关心你，你回来教会吗？我永远记得这句话，我很关心你，耶稣很关心你。所以这句话把我找回了教会，让我重新回到教会这个群体之中。教会这个字，它的原意其实就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们。我们都是领受上帝呼召出来的人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，敬拜上帝。不过我们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是受到环境的影响。可能受到上班环境的影响，受到家人的影响，甚至是班上同学的影响。我们会害怕被笑，害怕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们害怕不敢跟这个社会接触。尤其现在我们在社会上，基督徒好像名声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害怕不敢承认？甚至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内，我们会不会也觉得不被教会里面的人所接纳？但是让我们回想上帝的恩典吧，让我们回想耶稣基督的救赎吧。我们一定会经过许多的挣扎，可是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也不要害怕面对，我们要勇敢，因为我们身后有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大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而我们也要去关心、帮助心灵、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要恢复敬拜的生活，把那些停止聚会的人找回来。当我开始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其实花了1年的时间准备，所以这一年我并没有工作，我也没有收入，我就是吃我自己以前上班所存的这些钱。所以我非常感谢，其实教会在那个时候有做一个决定，他们决定要补助我每学期的学杂费。这其实让我很开心，而且我非常感谢上帝，因为这样子我就不用再烦恼学费的事情了。而且从小我也在这间教会长大，我觉得教会这样子栽培我，对我用心，我真的只能感谢上帝。而且教会让我可以不偏不倚的走在耶稣的道路上。这是他极大的恩典。当然还有支持我的父母，就是郭长老还有阿环姐，他们其实对我很好。而我自己有给自己一个期许是，我出社会之后，我不要再跟他们拿任何的钱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辛苦，我也想要自己努力。可是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们说他们想要补助我，给我一些钱，当做零用钱也好。就是想要在我这个神学教育这条路上面给我一点支持。我其实那时候非常的反抗，我说我不要，我拒绝你们的公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在拿你们钱去读书，我不想要。可是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他们说我们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为一位弟兄来奉献，支持他去走上神学教育这条路。去成为上帝的仆人。我那时候听了之后，我除了在心里面流泪以外，我是整个完全感谢上帝说：主啊，你的帮助何等奇妙！你就是这么的奇妙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彼此相互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：今日的教会就是明日的神学院。而今日的神学院也是明天的教会。教会和神学院是一个不断一直循环影响的一个关系。所以，当教会健康的教会，它会呼召人起来献身，然后到神学院受装备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成为传道人。而神学院也会培养出合神心意的仆人，去到外面受差遣服侍教会。今天教会有需要神话里的教导的时候呢，神学院就应该要训练优秀的传道人出去服侍教会。而今日神学院如果有需要，譬如说他们的宿舍要改建，教会也应该要帮助神学院
来建造神学院。台湾神学院从以前是在双连那个地方，就是现在双连教会隔壁的台泥大楼那里。现在从双连它迁移到阳明山上。之前的院长孙亚根牧师，他在校园里面看到一片可是没什么花草杂乱的，所以他开始决定一件事情：我要在这个学校里面种树。当他选择要种树花草的时候，他开始一块一块的地来设计。可是当他种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办法看到以后树长成的样子，但是他却有盼望，他看见未来这些树长大之后，神学院会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。神学院会成为一个和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地方。而如今神学院就在阳明山在岭头那个地方，已经是一个和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地方。这也都是我们的前人孙亚根牧师，我们的前院长，因为看见未来的盼望，一颗一颗所栽种起来的。而今天我能够走在这一条呼召路上面，也是我们的教会建成教会一点一滴奉献，还有祷告，还有关心而来的。你们的支持成为了我还有神学院继续向前走的一个动力。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把自己献上，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：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。要想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不过耶稣开了这条道路，他并不需要我们留下任何的买路财，他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好好跟随他就好了。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耶稣成为了我们的开路先锋。我们也要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成为前人，而且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后人能够乘凉来种树。不要小看我们一点一滴的奉献，因为上帝绝不轻看一点一滴的奉献。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家，我们一起扶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然后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来敬拜他。让我们也用这首诗歌，我们向上帝祷告说：主，我们需要你每一天的恩典，因为你在前面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，我们必须要跟随你到底。但是在跟随上帝的路途中，会遇到许多的困难，你会遇到许多挣扎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说：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每一天我需要你。
主啊，求你担当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恩典，走在这条预备的道路。我求主能够开我们的眼，能够看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让他能够激励我们的心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来去帮助别人。让我们就在我们心里面，或者你想开口都可以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向我们的神来祷告。我的祷告，这是我的祷告，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，这是我的呼求，每天都更爱你，同时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感谢你放在我们心中的爱，感谢你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丰丰富富的应许。主，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跟随，让我们可以依靠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与怜悯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让你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走在主的道路上，荣耀他的圣名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